上来看这件，这是高雄市林恒警察分局有人翻口走去。这个36岁姓何的男子，因为啉酒开车，轰掠到派出所，趁这个远景咧交班，其中一个去便所的时阵，亮开伊的骹扣，走出去派出所，客停车砸咧，随着白咧弄。值班的远景发现随捉出去，已经被俘了。目前警方是全力咧追捕。警方讲，当时使用的这个骹扣，这寸笑无问题，嘛无损害。这人是安怎来亮开这个骹扣的？爱搁进一步来调查。来做酒测的民众，都是对骹架落跑姓何的查甫人。以后暗时，伊家己赛车伫高雄大寮弄着物件，警方到场进行酒测，确定伊酒驾肇事，互带转去，想袂到会搁掠着机会落跑。拘留所做一个横向联系就是判断说核心嫌犯可能是要请派出所这边先行留置，你就先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之后发现那个嫌犯用不明的方法自行挣脱脚镣。酒测达1.41，36岁姓何的查甫人，互带转去派出所。当时警方用骹架甲扣起来，笔录做好了后，准备日后透早要换真实的地点。不过姓何的查甫人，趁警方交班，介互员去便所的时阵，对骹架落跑。值班的员警发现了后去甲约，不过要甲掠起来的时阵，已经被俘啊。嫌犯他就后来就是搭乘计程车离开我们经过检视假如目前是没有，就是没有所谓的尺寸问题，也没有所谓的损坏的问题。骹架寸笑无问题，嘛无歹去。查甫人到底是安怎走出来的？可能要是要掠着人才会知影。警方嘛讲，伫处理的过程有疏失，目前督察单位嘛当咧调查，因为这位查甫人有公共危险的前科。即摆上重要的，要是要赶紧甲人掠着。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